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有个姐妹说：“我66岁了，很老了咯。”哇，66岁这还老了，66岁不老。我妈妈86岁啊，她86岁，她还可以上台讲见证。那个66岁的姐妹就是我妈妈，你可以叫我我的妈妈叫妈妈咯。你是66岁可以做我的妈妈的女儿，我妈妈86大你20年，所以我们不要讲老。虽然我老，但是我很有用，我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你要宣告，不要今天讲自己老。刚才那个姐妹问我江明牧师你几岁啊？她说我45岁哦。等一下我要请她吃东西了咯。我今年62岁，我都还没有讲我自己老啊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认识里面，你不要这样讲你自己老，你讲你自己很有。虽然我的肉体一天一天的衰老，但是我的内心一天新过一天。所以现在我将时间交给我的妈妈来分享她的见证啊。86岁了，我頭好暈。OK 啊，拖下來，我攞住喎。唔使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好。廣東話冇相干嘅。冇相干啊，講下華語。我唔識講講到唔好，但係聽嘅人好有心聽。今日我仔叫我嚟講見證，我都係有多少緊張都要講，因為我個仔吸毒吸開17歲就吸毒，17歲是吸白粉，吸了20年，我都不知道，因為我隔壁的人跟我講，你的孩子吸白粉，我說沒有了，他說有一天他去吸白粉，吸到沒有錢，那些是會黨的人。就用腳踢他，踢到他的眼睛腫了。晚上12點去中央醫院看，那時看到1點多才回來。我回去一直流眼淚。現在我上台講呢，我不流眼淚，我又很高興在流眼淚。為什麼？講起來時間都很長，我大概講我的重點。他吸白粉的時候沒有錢吸，是會人打他，他很怕。我現在講到，因為我的朋友叫你不用怕，我教你去拜茅山師傅。那時我去那裡，他介紹我去拜茅山師傅。那個茅山師傅講：哎呀，有得救。我一天給你1張符，燒3天，放在茶杯。他說你每天就給他喝一張，他喝了3天，他就跟我講，都冇嘢嘅，又唔得嘅。後來就沒有辦法，我的親戚就叫我介紹你一樣，一定可以的。我說什麼東西？叫我進日本法了。後來他說你要練3天啊，練什麼？他叫我練南無可靈祈求，早上3點鐘就起來，練3天，練半個鐘頭，練了他又說有冇效力嘅，那麼怎麼辦？我就去找李雲泰，他寫一封信給我，去那個戒毒中心幸福毛那邊，去了大概有2、3個星期了。他頂不住，陰人起了，他說爬上去要偷走，腰給他們踢到腰是滿身都腫了，沒有辦法。那麼怎麼辦？我以前在中華大會堂做工的，那麼那些董事整天開會的，1個禮拜開2次。開會的時候有2個政治部的人，他說安迪你多少個孩子？我說9個，做什麼？他說9個哇，不是很好。我說好什麼？我的兒子吸白粉，吸白粉啊！我介紹你去戒毒，我說不要了，每個人介紹都沒有。他說好好㗎，
后来他介绍我去哪里，我问他，他说去教会，我说教会可以吗？他说一定可以的。你有没有信主？我说没有，我拜拜的，我是拜一关刀吃素的。后来你不用吃素，也不用拜什么，你去教会。但是一直叫我又不去，回来跟他讲，他又不去。隔一个礼拜又开董事会，后来他说安迪，你要相信我，你的儿子啊不去教会一定见不到的。我说教会啊，他说你明天去 interview 了，那个去了那个 interview， 那个人讲一个礼拜你就到回来，介绍我去8英里那个巴生8英里那边印度人的那个传道是印度人来的，他就叫他回去，你翻去啊食燒多啲，下個禮拜你就去戒毒了。然後我就跟他講，要這樣久啊，不是今天啊。他說不是哦，一個禮拜哦，一個禮拜，哎呦，我說又要去一個禮拜，後來我就去了。還有我2個朋友的兒子也是吃白粉，我就叫他們2個人、3個人一起去，去到那個印度人，他是傳道來的，也是基督教徒，他以前也是吃白粉的，他就問那2個，一個月要250塊，第3個都輪到我們了。他說安迪250塊，我說250塊我真的不能夠，因為我在大會堂做工，一個月才做180塊，要養9個孩子，怎樣給？後來他說這樣啊，150塊了。我說150塊我都拿不起了，後來沒辦法，他就姐姐妹妹一個人出一點，這樣就每個月給他150塊，他就是戒毒中心那邊戒了10個月啊，10個月才放他出來。放他出來的時候，還沒有放他出來，那些法官呢又給一封信我，給一封信給我，然後我擔保他出來，1000塊就不用，那2個人就要1000塊，他用那個鐵鏈綁着，他說羅馬吉，人家要錢都擔保他兒子出來，你不用錢都不要擔保我出來，他很生氣，後來。我想到了，如果你擔保他出來了，他又再吃白粉，那麼又要我給1000塊，那麼怎麼辦？後來他接到回來的時候，剛好有朋友介紹他去那個恩典堂做童工做工，他很勤力，每次都去探訪啊，傳福音給人家。他們那些牧師看到他很有愛心，就給他做傳道，給他做傳道，後來又看到就給他做牧師。今天沒有上帝，他沒恩典，他今天不會來到這邊講道。啊，我今天不是高興到流眼淚了。所以現在有人沒有信主的要趕快信主。我以前沒有信主的，他們叫我信主，我說我不要信主。因為我拜那個一貫道，拜什麼神都是一樣的，一樣的神。他的姐妹就講，不一樣的啦，這個神很好的，改天你會上天堂。我說有這樣好咩？會上天堂咩？是咯，真的咯。那麼有一天我就想下，哎呀，就是信主，好像旁邊有人叫我去信耶穌啦，去信耶穌啦，奇怪又沒有人咯，旁邊有人叫我，啊。那麼我就到2002年我就接受主，一接受主，按道，一接受主的時候我就去那個新公會那個洗禮了，洗了禮，剛好那天洗禮又叫我講道，死了我怎樣講啊？我都不會講見證，他說不怕的，牧師就叫我講見證咯。隔2個禮拜又簽人約了，又叫我上台講，死了我又華語又不是很好，講廣東話，不過有人翻譯了，啊，那些人聽到，哇，很多人信主，啊，這樣都機會到他了，我說是，我又跟他講，信耶穌很好哦，後來我就介紹朋友去信主，有很多信主，因為母親節我的兒子又叫我去講見證，我說不要了，我都不是很會講哦。
他说没问题，听的人会听就可以了。有很多人信主，所以呢，这边没有人没有信主的，要赶快去信。耶稣的恩典够我们用了了。Amen。我的见证就讲到这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的妈妈啊。将荣耀归给上帝。不用了。這個不要了。上帝是行神蹟嘅上帝。有啲嘢咧講唔到廣東係咩？講唔到華語嘅。我做牧師咧就係咁啊，入廚房、出廳堂、上講台，左手揸雞蛋，右手揸鑊鏟，煎翻個荷包蛋。華語怎樣翻譯啊？華語很難翻譯，有些東西要講廣東話才可以明白的。啊，所以我做牧師咧就係點啊？哇！喺教會裏邊咧要服侍老人家，服侍咗28年咧，話牧師要咩啊？要落廚房做咩啊？煮飯俾老人家食，跟住咧要出廳堂，廳堂咧就打掃啦。出完廳堂咧就上講台，上完講台咧就點樣啊？揸雞左手揸雞蛋，右手揸蛋煎翻個荷包蛋啦。啊！今日嚟到呢個嘅教會好熱情啊！啊，即係教會嘅弟兄姊妹好熱情，所以咧今日好似翻到自己嘅屋企咁樣。檳城人好犀利啊！你講你隔離同隔離講你好犀利，又識廣東話，又識華語，又識福建話，又識客家話，又識馬拉話，又識咩啊？印度話，識印度話冇？唔識啊？應該冇練嘅，耍步啦，唔打你都死你，打你仲更加快嘅你。哇！我哋咧馬來西亞人咧好犀利啊，7種語言，香港人咧好羨慕我哋。香港人講：哇！你哋馬來西亞人咁犀利嘅，咁多種話就講咁多種話，同馬來人就講馬來話，同唐人就講咩啊？唔係講廢話，廣東話、客家話咩話？所以咧，我哋馬來西亞咧，神咧要用我哋嘅馬來西亞嘅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相信神要使用我哋嘅生命。今日咧要同大家嚟分享超越時空嘅愛啊！你相唔相信有神蹟事情發生？你要相信神蹟要發生啊！聖經同我哋講喺馬可福音16章15節嘅17節，16章17節講咩啊？信的人就有神蹟奇事隨着我哋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點樣得到醫治啊！你奉耶穌基督嘅名字，我嘅身體上咧5臟六腑都壞晒㗎啦！我25歲嘅時候，醫生就幫我講：巴咧魯馬東姑馬啲。醫生講咧，你翻去等死，話25歲，醫生就講判定我死刑啊！點算好啊？25歲喎，醫生都冇辦法，但係我哋嘅神有辦法。我哋嘅神係咩啊？全能嘅神啊！在神嘅手中係冇難成嘅事啊！你要相信。今日咧，我揾唔到嗰個醫生，又或者個醫生死咗，我都仲未死啊！25年。25歲嘅時候，依家我今年62歲，幾多年咗啊？37年啊！37年都仲未死啊！你講我哋嘅神威唔威水啊？犀唔犀利啊？哇！我哋嘅神喺沙漠裏邊開江河嘅神，喺曠野裏邊開道路嘅神，喺神嘅手中真係冇難成嘅事。嗰啲人都唔相信啊！我媽媽仲講咩啊？話你念經啊，日本神啊又念咩南無我念祈求啊，呢條鎖匙鐵鏈嗰度念經嗰度出咗去啦，冇力，食好多苦漿冇力，拜咩神都冇力，只有耶穌基督正有力啊！因為當我一信耶穌嘅時候，耶穌就住喺我裏邊，聖靈與我嘅心同證，我就是神嘅兒女啊！神嘅能力就住喺我裏邊。以前依度控制依度，而家依度控制依度。話因為耶穌基督住喺我裏邊，我裏邊正有能力可以面對呢啲嘅問題。白粉唔係咁容易戒㗎，我同你講。我5大嗜好都拿晒咗，嫖、賭、飲、蕩、吹。哇！5大嗜好你玩完啊！5大嗜好你要改變，如果你靠自己嘅能力冇辦法。如果我靠自己嘅能力都唔要吸毒吸咗10年啦，打針打到咧差唔多就嚟死㗎啦。但係上帝嘅恩典監命你唔死得，你留翻喺度咧為耶穌作見證，榮耀神嘅名字。
所以今天早上咧嚟到同大家分享超越時空嘅愛啊！人嘅愛係有限，神嘅愛咧係無限嘅。所以喺呢個馬太福音裏邊咧講到，喺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邊。他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了約瑟，還沒有迎娶，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。她丈夫約瑟是個義人，不願意明明地羞辱她，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。正思念這事的時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：大衛的子孫約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，因她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。她將要生一個兒子，你要給他名叫耶穌，因他要將自己嘅百姓從罪惡當中救出嚟。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先知所說的話，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。以馬內利咧翻出嚟就神與我哋同在。約瑟醒了就起來，就遵着主的使者吩咐把妻子娶過來，只是沒有和他同房。等他生了兒子，就給他起名叫耶穌。耶穌個名就叫救世主，呢個咧就係神蹟嚟㗎。童女懷孕啊，一個人未結婚嘅人咧，有咩可能要生細路哥？所以咧，神咧要透過瑪利亞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間上，就要救你同埋我。好多人咧，我哋傳福音嘅時候都係講：哎呀，我都冇做錯嘢，冇似梁家明咁樣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冇屍骸。全部都係好人嚟嘅，得梁家明一個咧做壞事。所以好多人都講佢冇做，但係我幫嗰啲硬啲嗰啲硬嘅講啊，你冇做錯嘢，你嘅思想上唔應該諗嘅嘢，諗污糟邋遢嘅嘢，呢個就係罪。我哋唔應該講嘅嘢咧，我哋點樣啊？鬧人啊、咒人啊、督人背脊啊！我細細個睇到阿婆啊，攞個公仔剪咗個公仔紙咧，啊攞個鞋咧打人，打小人啊，打咧咁樣講人哋咧生仔冇屎忽，呢啲就咒人哋，呢個就係罪。我哋應該做嘅嘢，我哋唔去做咧，呢個就係罪啦。所以咧，每一個人都有罪啊，因為聖經咁講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欠了神嘅榮耀。全世界嘅人都犯咗罪啊，包括我在內。世界上冇一個好人，每一個人都犯咗罪，但係人有罪唔能夠去到神嗰度，神又要愛你點樣好？所以咧就咩啊？差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間上，就係耶穌要嚟救你同埋我。我哋唔好自誇，諗住靠著自己。好多人咧靠著自己咩啊？我行善積福，靠自己得冇？唔得。聖經講咩啊？你們得救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這不是出於自己，也不是出於咩啊？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冇得好誇嘅，所以人有罪，神就點啊？因為聖經講，因為罪嘅工價就是咩？死。唯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乃是咩？永生。罪嘅工價就是死啦。每一個人都死喺罪惡當中，但係咧神咧點樣樣？神嘅慈愛，第二點咧就係咩？神嘅嗰個慈愛啊！神咧慈愛，神嘅慈愛咧，神就愛我哋。神咩啊？愛咩人？嗰啲外國人嚟到傳福音，並拎啊！我喺並拎好多嗰啲外國人嚟到傳福音啊！嗰啲宣教士啦，哎呀，神愛世人，變咗我哋壞人諗住咧，呢個嘅神咧係咩啊？外國人嘅神。跟住咧講神愛死人。你講廣東話唔準掹住佢，諗到咧神愛死人，神唔係愛死人，唔係神愛，唔係愛世人，神愛世人啊！世人就係全世界嘅人，無論白皮膚、黑皮膚、咩黃皮膚咩人，神愛全世界嘅人。所以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獨生子賜給他們，有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咧，神咧就咩啊？扭轉乾坤，耶穌嚟到個世間上。所以好多人諗住咧聖誕節咩？聖誕節究竟聖誕節係咩意義？好多人慶祝聖誕節，好多人咧冇信耶穌人都慶祝聖誕節嘅喎。有時我去你屋企探訪，喂，Auntie，Uncle，你未信耶穌有咩整一個聖誕樹嘅？我聖誕樹係裝飾啫。啊，有啲人諗住咧，我聖誕節聖誕老人派禮物，做乜諗住禮物？我有啲人諗住咧12、24號平安夜食火雞，做乜諗住食？
但係嗰個主角唔係火雞，唔係聖誕樹，嗰個主角係耶穌啊！耶穌要從罪惡當中救佢嘅百姓出嚟，所以神愛人。今日神就愛我哋每一個人，所以耶穌嚟咗呢個世間上，跟住耶穌為我做咩啊？第三，十字架嘅救贖啊！耶穌嚟咗要完成呢個嘅救贖咧，就咩啊？耶穌要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，而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。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，是憑着咩啊？耶穌的血，藉着人的信，要顯明神的義，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啊！所以好多宗教冇講罪嘅，好多宗教嘅咩啊？條條馬路通羅馬，有啲你去到花園嗰度死路一條啊，冇條條馬路通羅馬。所以咧，人犯咗罪要藉著邊個啊？耶穌基督嘅血，血不流罪就得赦免。所以我媽媽拜好多宗教啊，冇講到罪嘅。哎呀，你做咩？以前我媽媽咧拜一貫道咧，佢講你度36個人咧就可以上天堂，呢個係靠行為。所以我媽媽後悔咗啦，話到咗嗰啲女啊，呢個女又一貫道啊，我姨叔啊、姨嬸啊又一貫道啊，好多人都咩啊入咗一貫道。哇！感謝神！剩翻101個梁家明，到唔到我呢個梁家明？你知唔知我去到座科嗰度啊？我姨叔、我姨嬸係堂主嚟㗎。哇！佢同我講到咧，佢哋嘅一貫道咧好犀利啊！佢講咧我嘅新抱啊護照唔見咗啦。跟住咧，佢哋念經啊，又點樣咧？有人咧攞個護照翻嚟啦。話跟住咧，佢哋開會嘅時候咧，坐住個凳，12張凳。11張凳有人嘅，一張凳冇人咧，影咗相係咪有一個濟公坐住嗰度喎？話睇魔鬼幾犀利啊！佢要咩啊？利用人。跟住咧，我二嬸咧、二叔咧講：家明你上去上邊，上去上做咩？開你嘅智慧眼，十字架呢個就智慧眼，點一點你就明白真理啦。我講唔使啦，我幫佢講耶穌就係咩啊？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耶穌，就唔能夠到神嗰度去。佢講我唔服。因為我去坐探我爺嘅時候講咁服，我就冇去入天道教。話係俾我幾多甜頭，我二嬸講：阿家明啊，你咁樣咯，你去到咧，我開個佛堂俾你，你又做堂主，介紹個女仔俾你識，跟住你娶老婆，話講到天花龍鳳喎。話嗰陣諗到咧，話又幫你揾老婆啦，又俾屋你啦，又呢啲嗰啲啦，呢啲全部咩啊？睇你貪唔貪，我就唔貪啦。我講我只有耶穌可以幫到我。跟住耶穌為我上十字架，跟住耶穌係咩啊？復活嘅盼望。耶穌對他說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所以我哋唔驚啊！我哋人生裏邊一定要面對生老病。催大家嚟試呢句説話唔好講，我哋華人都好驚嘅。嗰啲晏啲啊，尤其是啊，有時我哋探訪啊。佢講你唔好着黑衫啊！做咩唔好着黑衫嘅？黑衫驚嘛？黑衫咧，佢哋諗到你死啊！哇！黑衫咧最好你着紅衫啊，唔好着黑衫。着黑衫你驚嘛？所以佢哋咧就拜好扮拉咧，我哋還好扮拉轉啦。唉，人生咧生阿路阿伯，我邊個姨叔姨嬸咧，邊個咧就移民咗去唔知道移民啊！好聽多就移民。哦，你諗住你屋企人咁好啊？移民咗去加拿大啊？移民咗一啲咧講咗咩？行咗車，喂個車行走咗，巴車啊行車咗，有啲係咩？去咗，有啲走咗，有啲點樣？我姨嬸講，有啲人講叮當咗，咩叮當嘅死咗都唔知講叮當。哇！人好驚啊，驚到人生行完最後一程嘅時候唔知道去邊度。所以咧，我就幫你講，人生裏邊雖然有生老病死。死後，如果我哋信耶穌嘅人咧，我哋就點樣能夠去到神嗰度去啊？呢個就係我哋嘅盼望。每一個人都要面對嘅生老病死呢個事實。但係有一日我離開個世界，我唔驚，我知道我要去邊度。你知唔知你去邊度啊？知嘛？有一日阿婆唔知喎，佢講咧家明牧師啊，咩事？你去五金店買個樓梯嚟，我仲喺買樓梯嚟嘅。如果買樓梯掛住你個籃嚟。掛住攬你咧，大擺上天堂咧，爬樓梯跟住我上天堂。我講邊個死先都未知喎。
我唔可以帶你翻荷蘭喎。我講你只要你信耶穌，當你口裏承認，心裏相信，神叫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你一口承認，心相信，唔係靠住梁家明個樓梯上天堂上唔到啊！你冇揾你麥基牧師，麥基牧師又去買一個樓梯嚟，跟住麥基牧師上天堂上到冇？上唔到。有啲人冇諗住你嚟教會就上到天堂，嚟教會上到天堂冇？上唔到啊！你講我聖誕節都有嚟食火雞㗎嘛？食火雞可以上天堂嘅咩？所以有啲人信耶穌信到糊裏糊塗，唔係啊！當你一承認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嘅救主，你就得救啦。跟住落嚟，嗱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家族啦。我阿哥，我兩個阿姐，跟住我排第四嘅，跟住有5個阿妹，九兄妹。9兄妹咧，我老豆咧去咗新加坡啊、印尼啊做工咧，10幾年冇翻過嚟。哇！我哋家庭咧，話我媽咧就咩啊？諗住拜多啲神，拜得神多，神保佑啊！好多環咁啊，咩神都拜到滿天神佛。話我屋企有觀音，有關公，有地子，有祖師，有做君，有天神，咩神都拜啦，拜到咧搞唔掂啦，屋企烏哩單到，又去咩啊？拜日本神，又拜天道教，拜嚟拜去，越拜就越加難啦，搞到老公冇翻嚟，仔又食白粉，女又跟老走，成個家庭玩完啦，真係成個家庭咧。成個家庭玩完啦，點算好呢？哇！神咧知道上帝嘅恩典夠我哋用，所以上帝講要拯救一個，嗰個就叫做邊個？梁家明啊！話你知唔知我細個原本係好聰明嘅，我排第4嘛，我爸爸咧就點樣樣，成日捉我嚟鬧喎，唔知發生咩事。以前有怡保，我爺做生意噶嘛，將個生意交俾我爸，我爸咧破產咗咧，就將個責任推向我身上度喎。有可能我爸爸咧嗰陣時咧就諗住有一個仔2個女，叫做家明咧，跟住有可能去問神喎，問神3溝6，問耶穌4溝8，問我就唔使女。有可能佢講呢個仔生出嚟咧陀衰家，黑命，運數唔好，使到個家庭唔好咧就點樣呀？要生個仔嚟補償呢個厄運，迷信啊！所以我媽媽咧一生大5個係女。再生大6個又係女，再生孖女啊！我呢個孖女啊，大7大8啊，大7個冇嚟咗大8，又生孖女，再生大9個又係女。人算不如天算啊，點算好？生咗5個都係女，本來好好嘅一個家庭，一個仔2個仔2個女。迷信落去生，因為我出世嘅時候賴我身上，話我帶嚟黑命啊，唔好運啊，帶到屋企咧搞到咁樣，唔係我個問題啊，係我爸個問題又推落我身上度。原本我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㗎嘛，好彩我個名唔係我老豆安啊，我個名安，我老豆安就死啦，叫做梁蠢材。我個名就我媽安嘅，我媽咧就安我叫做梁家明。梁家咧有一個梁家明咧，就係梁家明咧有一個聰明仔就係我咯。你知唔知啊？我4歲啊，4歲啫。話我4歲都要諗啊，話我將來長大咗要做咩，你知冇？因為好多窮人俾人蝦啊，我細個喺度諗啊，話我將來咧要做律師。律師你一定要讀好多書，你先可以讀到律師噶嘛。成日就俾我老豆鬧，蠢到死，生嚿叉燒你食啊，好過生你啊，成日捉我嚟鬧喎。鬧到我咧，原本我係好叻噶嘛。你知唔知我1年級嗰陣時考試啊，54個學生，俾你猜下我考第幾？54個學生俾你猜下我考第幾？考第4名啊，喺度仲鬧你，蠢咁蠢嘅，考第4名仲蠢。54個學生，你已經好過50個學生嘛，都話你蠢嘅。蠢就成日諗住係咯，我好蠢㗎，梁家明好蠢嘅。我老豆教我讀書啊，你和他，我和你他，教到咧，我講呢個係和字咧，佢又捉你打；講二字咧又打，他又打，你和他都打。究竟邊個字啱嘅？讀啱咗佢都捉你哋打。話唔蠢都俾你鬧到蠢啊，點算好？原本有夢想，細個要做律師，律師又做唔到，哎呀，灰心啦。
考試嘅時候，6年級考試嘅時候，鄭天考試啊！原本我諗住我考好叻㗎嘛，一出嗰個成績單出嚟咧，考咗7個 D 喎。咁叻個人考7個 D，7個 D 即係7科唔合格啊！全部紅字嚟嘅，單科合格攞 A， 科外活動就攞 A 啊！全部都點樣做律師？哎呀，律師做唔到冇相干啦，做騎師啊！騎師真係騎馬嗰個騎師啊！因為我細細粒嘛，唔過100磅咧就可以做騎師啊！哎呀，做騎師又要點樣？要讀到書先可以做騎師嘛，最少都讀到方法先可以做騎師。騎師又做唔到，哎呀，律師做唔到，騎師又唔做，做廚師啊，都有個師字響啱你嘛？點知道諗住做廚師？廚師你有識中文字，有識字噶嘛？你開單你要炒菜睇唔到，原本炒鹹蛋又炒咗黃蛋，你又唔識字點樣好？哎呀，律師做唔到，騎師又做唔到，廚師又做唔到，係咪好失望？但係唔好失望嘅，上帝講你唔好做律師，唔好做廚師，唔好做騎師，做牧師。所以今日做咗牧師啊！你睇下四歲之後，我嘅夢想咧，神就幫我成就啦。所以神就行神蹟啦。你去做牧師，牧師嘅身份就係律師嘅身份。律師就要幫犯人求情，同法官講。我哋做牧師就要將人帶到去神嗰度去。所以咧，我嘅夢想咧，神幫我成就咗。哇！感謝主啊！當我爸爸咧10幾年冇翻嚟，翻咗嚟啦。跟住咧，我爸爸嚟到咧教會信耶穌，呢個咧就係我幫我爸爸洗禮噶啦。哇！仔幫老豆洗禮，以前佢唔中意我嘅，應該我咩啊？親虛病就咩啊？攞血命。但係神講唔得啊！你要饒恕你爸爸。如果你唔饒恕我，知唔知我媽媽最清楚噶？細個由細個打到我大啊！哇！我老豆唔知咩人嚟噶，將我腳趾公綁住吊住嗰上邊。腳趾公響上邊，兩個腳上，頭響下邊，吊住啊！跟住攞嘢嚟打到我成身啊！以前我老豆用2夾4剝我頭波咧，我有5間紅毛瘤啊，又唔好傻喎，好奇怪喎！話捉住我頭咧，呢個有一條痕嘅，拱落個樓梯有啊，呢度啊，流到好多鼻血，話虐待我，跪屎冚學。以前咧跪屎冚跪地址啊，一支香唔夠啊，跪2支香啊！跪完2支香企上嚟嘅時候點啊？腳都軟埋啊！腳軟又俾佢打，掃地咧喺屋企掃地又俾佢打，掃出又打，掃入又打，掃出嚟咁啲將個菜掃埋出去，啊掃翻落嚟，掃入嚟又打，掃左又打，掃右又打，掃邊度好？哇！好辛苦啊！細個，原本我係好叻嘅讀書，又俾佢搞到咧呢啲唔得，嗰啲唔得，哇！人生真係好困難。跟住咧，我點樣？我信咗耶穌嘅時候，耶穌講你要饒恕你爸爸，佢以前所做嗰啲嘢，佢唔曉得。今日你要饒恕。原本你知唔知啊？點解我17歲要參加黑社會，就要斬我老豆96啊？話你細個咁樣對我，我長大咗我就入黑社會咧，斬你96。感謝主，好彩我信咗耶穌，冇斬佢96。響17年翻到嚟啊！都係我去照顧佢啊，落醫院啊，點樣啊，幫佢啊！哇，佢接納我爸爸，我爸爸咁樣對我，翻咗嚟啦，佢就信咗耶穌，我就幫佢洗禮啊！嗱，有個水池幫佢洗呢個證據嚟㗎，我就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為你施洗，飲多啲水飲醒佢，醒咗啦，我爸醒咗咯，翻到嚟跟住信咗耶穌。話個性格仲未改啊！但係咧，我哋接納我爸爸，所以我爸爸信咗耶穌，我媽媽又信耶穌。我哥咧喺舊年裏邊咧又帶佢信耶穌。我哥65歲有 cancer 已經過開身啦，喺醫院裏邊，所以去醫院好重要噶。我媽媽嗰陣時同我講：你快快為你阿哥祈禱啦！祈禱喺馬大醫院裏邊咧，佢中咗 cancer，一下忽然間咧成個人瘦晒啦。我就醫院傳福音俾我哥信耶穌，我就帶我哥哥信耶穌，帶我哥哥信耶穌咧，跟住咧就幫佢灑禮。灑完禮咗咧，跟住過咗身咧，我就幫佢主持安息禮拜。話睇下上帝嘅恩典啊！一個一個帶我哋上，我仲有大陸嗰個妹咧，佢咧3個婚姻咧烏哩單到頭一個丈夫，大個丈夫係台灣人，第3個丈夫，跟住咧佢有一日咧佢想自殺死噶啦，
蘇病加立士，諗住我跳樓噶啦。跟住咧，耶穌俾你睇到十字架，跟住信咗耶穌，成家人信耶穌啊！哇！上帝嘅恩典啊！所以咧，睇下我爸爸媽媽信耶穌，我啲阿妹一個一個信，有你宣告：一人得救，全家人都要得救。使徒行傳16章31節講啊 ，Vicky 啊，點解去信耶穌？就係我哋咧日日為你祈禱啊！我姨叔嘅仔啊，我嘅堂細佬都信耶穌，一個一個信耶穌，一個人可以帶到咁多人信耶穌，就係祈禱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你要祈禱。你冇成日負責唔得㗎啦，唔得㗎啦，唔好講唔得，唔得就你大伯生個仔叫做阿德，咩都唔得。我媽好似鐵咁硬都信耶穌啊，就要靠我哋祈禱捆綁晒黑暗嘅勢力。跟住咧嗱，我媽媽嗰啲信耶穌，跟住咧嗱，一個食白粉坐監就嚟死嘅人，嗰個咧就係我啦，隔離嗰個就係我大女啦，嗰個咧就係師母啦，佢哋唔得閒嚟去開，我老婆係師母係開安老院嘅照顧老人家嘅，嗰個就係我細女啦。我大女讀書嘅時候，爸爸唔係好叻，但係咧上帝嘅恩典咧，我個大女係咪讀書考方翻嘅時候考咗8個 A 哦！哇！上帝嘅兒女幾聰明，考咗8個 A， 1個 B 哦，我就考7個 D， 1個 A， 佢就考8個 A， 1個 B。哇！上帝真係好奇妙啊！話我女咧讀大學咗大畢業，而家做工做生意。啱啱尋日我幫佢一齊食飯食嘢，跟住我細女咧都係好叻嘅，你考咗3個 A， 5個 B， 方塊全部合格。不過咧，佢病住房間喊喎，我就問佢咩事情喊咧？佢講啊，阿姐考8個 A 1個 B 喎，我考3個 A 5個 B 喎。我講有咩好喊？好好成績嘛，3個 A 5個 B。你老豆啊，考7個 D 都仲未喊啊！哇，跟住又好開心係咯，我老豆考7個 D 都仲未喊，你考3個 A 5個 B 應該好開心噶嘛。我又鼓勵你唔使擔心嘅，依家你好好噶啦。師母咧就點樣啊？師母就開安老院嘅，照顧嗰啲老人家嘅。喺我哋成個家族裏邊咧，上帝幾奇妙啊！知嘛？一個食白粉坐監嘅人，嫖賭飲蕩吹戒毒所，馬大佬俾人打到差唔多就嚟死㗎啦，想去跳樓。呢度有幾多層喺度？我就響半山巴何清苑嗰度嘅16樓企上去上邊咧，望落去咧，本來想跳落去嘅咧，驚一跳落去唔死得喎，腳斷咗又驚喎，跳樓又冇勇氣喎，翻到屋企諗住。住唱都有2夾4嘅，攞鐵線吊紙度咧，跟住咧攞張凳一扔一掉落去，又驚個頸走出嚟唔死得喎，要自殺死都加難咯！哇，冇勇氣啊！所以當人嘅盡頭嘅時候，就係神嘅開始啦。就係我媽媽講，我媽媽喺中華大學做工，識得個政治部嘅警察嚟同我傳福音俾我聽啊，俾我頂到佢咧唔似人啊！我哋唔曉信耶穌嘅，我哋拜神嘅。我成日幫你講問神3溝6，問耶穌4溝8，問我就唔使累。話嗰個政治部警察都俾我講到咧，佢都唔知點樣答我。佢嚟揾我，我就前面嚟揾我攬你，我走咗去。但係神咧唔放過梁家明，你唔好走啊！神用咩方法嚟搞掂我？你知唔知啊？話我哋好硬頸嘅人，因為我哋講咩啊？講銀紙嘅，老萬呢老豆，冇錢冇得傾，信咩耶穌？信耶穌有飯食啊？成日頂人哋啊！你信耶穌講，哎呀，嗰啲人信耶穌做咩？成日祈禱黑蒙眼嘅，唔通一祈咗禱就有銀紙跌落嚟咩？嗰啲人唔使做工嘅咩？話如果唔使做工，我都祈禱啊！今日我要雞又跌雞落嚟，今日我要黃金又跌黃金落嚟。嗰陣時我哋唔明白，原來咧我哋祈禱係感謝神啊！感謝神今日俾我哋有健康、有飯食、有金錢用啊！跟住咧，神好幽默嘅，神就咩透過呢個政治部警察，我媽媽同我講：哎呀，家明你冇向馬來西亞去台灣啊！你台灣你有出國際護照啊嘛？我又冇國際護照，跟住咧就要又揾報生紙喎。我媽媽將我哋嘅9兄妹嘅報生紙擠落個牛奶蚊入邊。我哥嘅報生紙有，我2個阿姐嘅報生紙有，我嘅報生紙唔見咗，
我個5個阿妹嘅報生紙又淨係我一個唔見咗。話神咧用呢招嚟搞掂啦，跟住咧我媽媽就叫我去揾政治部嗰個警察帶我去出報生紙。話我出咗報生紙，話咁好嘅，好人應該死晒啊嘛，仲有咁好嘅人，我又冇利用價值，點解要幫我咧？跟住出咗報生紙就幫我咧出國際護照，再埋我去出國際護照。話我攞住個國際護照翻到屋企，一路食白飯一路喊啊！因為嗰個政治部嘅警察同我講4個字，唔係叫你買馬標啊，4個字啊！佢同我講咩啊？耶穌愛你啊！話佢講呢句説話，我眼水我都飆啊！我拜咗咁多神，未聽過要神愛我嘅。爸爸唔愛我，好多人都唔愛我，但係咧耶穌愛我。我講耶穌，我做錯咁多事，你都愛我咩？佢講愛你，最重要咧，你悔改，你改。我就攞咗呢個國際護照，一路食白粉，一路喊嘅時候，我講我唔愛去台灣，我要揾耶穌。耶穌究竟係邊個？何方神聖咁犀利嘅？我媽媽咧就帶咗我咧。嗰個政治部嘅警察就介紹咗我哋去到巴生教育中心，一去到嗰個教育中心，喂，耶穌係印度人嚟㗎，點解帶咗我去巴生印度人嚟嘅喎？我又唔識講印度話，做咩去到印度教育中心喎？哇，點樣好？點算好啊？我媽媽又睇到佢好辛苦，9個仔女，又帶到我 interview 咗5次啊！而家夠鐘未先？話好少，12點半㗎咯。咁快脆嘅，講唔晒喎，點樣好？跟住咧，去到戒毒中心嘅時候咧，就係咩 interview 咗5次，佢正俾我落去，係咪睇我心有心去改？跟住我落到去嘅時候，哇！佢講印度話我又唔識，講馬來話又唔識，講英文我唔識，點樣講蒙查查？好啦，心諗住戒咗2個禮拜走人㗎啦。話當我想戒2個禮拜走人嘅時候，我媽媽又嚟探我，就睇到我媽媽攞咗一支涼水，入邊咧有好多個咩符章燒咗落去，諗住俾我飲咗符章有解決唔到嘅。話跟住咧，我講耶穌，今日如果你咁真嘅，如果你醫好我個病咧，我就相信你真㗎啦。話夜晚又瞓唔到覺，又食唔到飯，成身咧生咗毒瘡啊！因為食白粉打針打到身體上咧全部壞晒啊！哇！恨到頂唔順啊！跟住我講耶穌，如果你咁真咧，我依家跪喺度。如果你今日醫好我個病咧，我就相信你係真㗎啦。我就嗰陣時我就自己為自己祈禱，講主耶穌啊！以前我做錯咁多嘢，今日你赦免我個罪，主啊你救我啊！你醫好我身體個病啊！我身體上咧五臟六腑啊、神經線啊，全部啊壞晒啦，由頭醫到腳。哇！仙丹都冇咁快啊！一祈咗禱係咪夜晚可以瞓覺？夜晚個身體上嘅病咧全部冇晒咯！哇！耶穌真係犀利啊！我就喺度親身經歷到呢位神真係真㗎。我以前連咩經都冇用啊！我一祈到耶穌醫我身體上嘅病，身體上嘅病咧，我可以瞓覺，可以做咩都得。跟住我知道呢位係神係真㗎，所以我就將生命交俾耶穌。我講耶穌，你救咗我嘅命，你又要我做乜嘢就做乜嘢啦。當我喺27歲信耶穌嘅時候，到依家35年啦，哇！全部都係上帝嘅恩典。好多人咧唔相信啊！我老豆以前都講啊，如果你戒得甩啊，我個頭剁咗你俾你當凳坐。哇！全部講話嗰啲説話唔聽得㗎，我啲朋友仲個衰添啊！同我講啊，嘉明你去雜貨店啦，買條鹹魚翻嚟，買條鹹魚翻嚟做咩？攞去蒸啊，蒸豬肉啊！佢講買條鹹魚翻嚟攞盆水嚟，嗰盆水擠住到個鹹魚掉落個水嗰度，如果個鹹魚可以游水，你又有得救啦！鹹魚可以翻生嘅冇？如果你唔相信，而家叫牧師買條鹹魚翻嚟，我哋試驗下睇，擠落呢度，掉個一盆水掉落去，鹹魚唔可以翻生嘅嘛？佢就判你咧冇得救嘅啦！哇！出邊嗰人講嗰啲説話冇得救啦，你判斷你死梗嘅啦！又叫我瞓火車路，等火車嚟個硬落去咧，你就可以咩啦？有得解得到啦。又叫我去雜貨咩啊？家私店買4塊板翻嚟，嗰4塊板翻嚟做咩？釘棺材啊！釘咗個棺材瞓落去，你就可以改啦。棺材係咪4塊板？1塊2塊？
3塊冚落去4塊咯。哇！絕晒腦咯。所以神嘅恩典，神講唔曉嘅，有我喺度咧，你就有得改啦。所以咧，生命咧就改變咗啦。跟住再落嚟，冇咩時間噶啦。跟住咧，我信咗耶穌，神就要用我，叫咩啊？兩間係咩？冬天裏嘅溫爐啊！話我係溫爐嚟嘅咩？我唔斬你90佬都偷笑咯，溫爐。神改變咗我嘅生命。就喺半山巴嗰度咧，帶咗好多老人家，喺1997年就去傳福音，俾嗰啲老人家認識耶穌基督啊！97年到而家幾多年啊？28年，帶咗幾多老人家信耶穌啊？帶老人家信耶穌最緊要有咩啊？就好似聖經路加福音4章18節，主的靈高在我身上，叫我傳福音俾貧窮嘅咧，受壓制嘅得釋放，受捆綁嘅得自由。需要神嘅恩膏、神嘅恩寵、神嘅同在，你就可以將福音傳俾嗰啲人。聖靈降臨在你身上，你必得着能力嘅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撒瑪利亞、猶大全地，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。你知唔知啊？我都冇諗到啊！哇！好彩今日你牧師冇叫我參加聖經比賽。你知唔知我參加聖經比賽背經啊，攞冠軍㗎？信冇？嗰啲唔相信啊！哇！嗰陣時咧，嗰啲唔相信咧，7組啊，有7個牧師喺度。佢講聖經比賽啊，就問咗個問題啦。跟住背聖經比賽，我就背馬太福音9章35節到38節。睇下有機會我做翻你去參加聖經比賽，攞100扣，車腳都唔夠。嗰度講咩啊？佢講耶穌走遍各城各鄉，在會堂裏教訓人，宣講天國的福音，醫治各樣嘅疾病。他就看見許多人，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困苦流離，如同羊沒有牧人般。於是對門徒說：又要收得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，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莊稼。35節背到38節，可以攞冠軍冇？哇！上帝俾我有智慧聰明，雖然你冇讀過書，但係咧聖經裏邊咧，上帝講嗱，我俾你恩賜，你背聖經。聖經真係嗰啲牧師都驚咗我，話攞冠軍喎，律師做唔到可以攞冠軍啊！所以上帝嘅恩典帶咗好多老人家信耶穌，所以全部都神嘅恩典啦。跟住再嚟信耶穌好簡單嘅啫第一樣嘢咧，信耶穌就係咩啊？罪得赦免。我們若認自己嘅罪，神係信實係公義嘅，必要赦免你嘅罪，洗淨你一切嘅不義。信耶穌第一樣嘢就同我哋講罪得赦免。第二樣嘢與神和好，跟住第三樣嘢趕時間啦，成為神嘅兒女啊！你知唔知我哋信咗耶穌，原本我哋係該死嘅罪，但係神俾翻我哋身份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做咩？神嘅兒女啊，幾威水！以前我行路頭耷耷眼濕濕，見到銀紙唔要執。依家咧我係咩啊？神嘅兒女啊，幾威！你知唔知啊？我成日幫佢老人家講，你嘅身份咧就係咩啊？你就係公主，你就係王子。老人家照鏡睇下先。佢講梁家明講係王子喎，但係着喺龍袍都唔似太子咁。佢唔相信神嘅話語講。我就相信啦，我哋就係公主王子，神俾我哋權柄，你一接受耶穌身份就唔同咗，做神嘅人。跟住落嚟，第4得到平安啊！哇！你知唔知啊？信耶穌聖經就講咩啊？當你一信耶穌嘅時候，你耶穌咩？雖然在世上有苦難，但係你要放心，在耶穌基督裏有咩啊？平安啊！跟住第5樣嘢，最尾一樣嘢咩啊？有得到永遠嘅生命啊！詩篇23篇6節嗰個咩啊？我哋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哋且要住在神嘅殿中，直到永遠啊！死開你唔使驚去邊度啦，去上邊，住喺神嘅殿中，直到永遠啊！今日我哋響在世嘅人所做嘅嘢，將來翻到神嗰度，神俾我哋咩賞賜？所以你要去醫院探訪，要醫院做神嘅工作。好多人好中意揾我去ICU嘅。ICU 做咩啊？差唔多就嚟死嘅人揾我去啦。話一擺咧，去到醫院嗰時候 ，ICU 嗰個黃先生，個女叫我去探嗰個黃先生嘅。嗰個黃先生咧
差唔多夠鐘噶啦。我去到醫院點樣？只要插字後嗰個插字後。我講上帝啊，如果你有請嗰個生命，神你俾我恩膏，俾我能力，我有傳福音俾我黃先生。跟住到醫院裏邊咧，就喺我耳仔邊講：黃先生，嘉明牧師嚟到啦，依家好緊張啊！你要唔要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救主啊？如果你要信嘅，喐手指，哇！真係喐手指喎，咁聽話嘅。跟住而家你口裏邊咧，我講一句，你跟住我講一句。如果你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個人救主咧，我講一句咧，你就跟住我講。所以你講唔到，你心裏邊講。聖經講口裏承認，心裏相信，神叫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就得救。黃先生，你信耶穌，你喐手指，你又喐手指。哇！感謝主啊！響嗌笑昏迷緊都仲可以信耶穌啊！呢、這個就係咩啊 ？Anointing. Today I believe Jesus give the power, give the anointing. 今日我相信耶穌俾你能力同埋恩膏，你就傳福音。嚟我哋大家嚟到唱最尾嗰首歌，主耶穌，主耶穌。陣間你有咩需要，有咩未信耶穌嘅咧，你行到前面嚟。